接下来，我们以雅散木一文来练习阅读理解。第二题，早起來到推班界見面，做乜界會搭貓了來帶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4个选项：一、喜青菜了下鳳片；二、外賣貓兒下鳳片；三、早起界人下從事奔波；四、開得係下衝界木檔。第一則先鋒，日本種地背就有看到。第二則先鋒，按你倆下來看。外賣貓兒下鳳片，貓兒應該唔是買，生發中像看得到，我見到就切架去割，所以唔是買。第二則答案就唔得選。第三則呢，早起界人下從事奔波，應該講兩三種屋相當奔波，所以但貓了唔係因為從事奔波。第四則開得係下衝界木檔，因為我做界木檔下衝，早起冇倆問題，所以倆則先鋒就唔得選。倆題嘅答案會選一正確。第二題，本種地圖講到為高掉東西保護耐轉壁，下背耐行唔係，按你先來講耐轉壁，就係用忍耐來做解，所以按你想，下背高耐掉東西來保護耐轉壁，按你來看，第一則牛時，第二則忍耐，第三則糯米，第四則龍鳳。日本種界最每日團就有講到，為了龍鳳、糯米、牛時、較強下，倆三項東西來保護耐轉壁，所以倆題嘅答案當簡單，會選二忍耐。